上個禮拜就大家就談論過就《歲月神偷》，咁我記得阿林牧師就話套戲懷舊下就算啦咁，原來唔係㗎。呢套戲仲有好大社會功能。原來個 impact 好大，係出咗上咗畫之後，成條街咧可以保留，都保留，係啦，犀利啦呢度。改變政府嘅政策係啦，咁啊已經原本咧收咗一半㗎啦業權，咁而家咧就因為呢套電影，咁就政府話好啦，咁我哋就保留呢條街啦咁樣。我就從來就唔知道原來電影香港嘅電影咧就以前幾年前就死咗一半咁滯啦。喂，原來得嘅喎，翻生喎而家。嗱，如果咧大家即係應該話，如果係大家啲保育人士咧，其實可以考慮即係投身去做電影。直情係啦，第一套應該要拍嘅咧就係，不過已經過咗秒啦。就天星碼頭，拍一套天星碼頭嘅傳奇。咁啲人就唔使瞓幾日，一定政府唔敢拆天星碼頭啦。可惜當時漏咗啦。係啊嗱，前邊咧仲有一啲戲可以開拍嘅。菜園村神偷。咁我諗未遲喎，未遲，呢套未遲。天星就冇辦法啦，已經拆到冇咗啦，已經起緊公路啦。菜園村如果拍一套《菜園村歲月神偷》咧，咁我估要快有市場，即係但係要快，睇下揾邊個導演好，仲要攞獎啊！仲要攞獎，嗱要有呢兩個功能㗎，又要拍到攞獎，又要快咁樣樣咧。係啦，咁啊有一個導演一定唔得㗎啦。王家衛拍戲啊，不嬲幾10年之後就可能係拆咗嗰條公路都，嗰條高鐵都可能維修緊，可能要嚇。咁可能阿彭浩翔得，阿彭浩翔啦啲戲都係成日都去攞獎嘅咁樣，有快手。不過就有一個問題啦，原來我哋個局長好易做嘅。只要睇下嗰啲電影咧，邊一套港產片啊係攞個獎啊，有啲國際上嘅聲譽咧，咁就根據個思路咧就去決定咧。佢屬下嘅唔同部門嘅政策，但係事實上咧，老實咁講啦，嗱，當然啦，而家保留永利街咧，好多人都會開心，但係事實上咧就真係話啦，就係究竟呢個保留永利街嗰個理據喺邊一度咧？似乎到而家咧，我哋都聽唔到啊林鄭月娥咧係講解一下嘅，即係純粹係因為係咪真係話順應民意咧咁樣？咁但係民意都有兩邊嘅喎，即係亦都有一啲即係。可能嗰度嘅小業主話：哎呀，而家咁啊變咗我哋啊被逼㗎啦，被逼住咧，即係可能啊又要特別係啲租客啦，可能個租金會上漲啊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咧，究竟今次呢個永利街保留個理據喺邊一度咧咁樣？永利街我就有時就經過嘅，即係當然唔係一條大嘅大街啦。咁套電影就有喺嗰度取景啦。如果要保留永利街，咁我覺得應該要保留上海街成條。係嘛嗱？因為上海街你睇翻過往嘅好多香港嘅歷史咧，好多藥材鋪啦，係嘛？好多其他嘅雜貨鋪啦，其實好多都喺上海街開始發跡嘅。上海街同永利街嘅分別，我相信差天共地。即使間天星碼頭都係一個香港人嘅 icon。咁你話如果永利街有好強烈嘅聲音保留，咁我就諗唔到點解天星碼頭當日政府聽唔到呢啲聲音啦。咁即係咁，所以咧，你可以話啲局長嘅政策咧，真係實在係可以即係隨意轉變嘅，係嘛？咁不過咧，今次咧呢個永利街咧有咁嘅説法嘅，就係林鄭月娥咧為咗要拆彈嘅啫。即係因為咧佢係要推行另一個更加重要嘅政策，就係幫地產商收地，係嘛？即係幫地產發展商呢個強拍。咁所以咧，有人就話：哇，會唔會係因為咁咧？所以俾一樣嘢你，就然後收一樣嘢咁樣。咁我覺得咧，呢個可能性不能排除。咁所以咧，頭先我哋所講嘅嘢，可能全部都係咧，其實唔重要嘅。最重要嘅就係話，其實強拍先至係嗰個主角。不過我就睇翻新聞啦嚇，就當日阿涂謹申咧就話有乜叔咁就好七情上面啦。講到就話好多人如果強拍通過之後咧，好多公公婆婆阿嬸咧就會俾人哋嗱，你唔走，就第時就得翻你一個㗎，係嘛？好慘㗎你咁樣。咁事實上又係咪完全是如此咧？嗱，我覺得咧，成個強拍呢個咁嘅即係事件咧，其實咧就都係講緊就係話產權同埋社會發展之間嗰個平衡。咁以前咧就話門檻咧90%咧太高啦，令到咧就好多嗰啲地產發展商咧就喺啲舊區個重建嗰度咧就收樓嗰度咧遇到困難，或者係冇咁嘅 incentive 啦，因為咧太困難啦咁樣。
但係其實咧，我自己嘅意見就係話咧，其實門檻一定要高嘅，係一定要高。即係話咧，其實因為呢個涉及到咧，就係個小市民嘅產權嗰度咧，就好似話我之前講過另一樣嘢，就係話同警權一樣。如果你嗰個嘅警權係太高嘅時候咧，或者係太多空間俾佢去執法嘅時候咧，亦都會損害到市民嘅人權。同呢個產權同埋強拍呢件事係一樣嘅，就係話咧個門檻一定要高，否則嘅時候咧，小市民嘅私產權咧成日就會被侵犯嘅。咁但係點樣去攞到個平衡啦？譬如話早前土瓜灣有一馬頭圍有一棟舊樓，成棟冧咗就成為國際新聞啦。咁其實今次強行即係強拍呢個政策，我估唔多唔少亦都同嗰件事突然間發生呢個慘劇咧，可能係拉上一啲關係。就係話點樣去攞到個平衡？當大家拉鋸咗3、5、7年，都未曾傾掂數，究竟係咪重新發展，或者係你要去重新去保育嗰棟樓嘅時候，棟樓可能冧咗啦。咁其實當時係咪一個警鐘呢？我覺得其實都可能係一個可能當時當權者係需要攞到大家個平衡要考慮嘅東西嚟嘅。嗱，呢一樣嘢都係值得討論嘅。不過我覺得從呢個強拍呢件事咧，亦都衍生咗另一個問題嘅，就係話咧，你睇到啦，政府有關嘅法例係要喺立法會嗰度通過。咁由立法會裏面咧，而家係基本上係我哋話唔係全民普選嘅。咁所以有關嘅法例喺保皇黨嘅即係叫做支持之下咧，就通過咗。咁呢一樣嘢咧，其實我又係覺得就係呢個就係香港而家目前嘅狀況咧，係好危險嘅。當冇一個民主政制嘅時候咧，有一啲咁嘅惡法咧，好容易能夠喺立法會嗰度通過咗。所以法治社會呢一樣嘢咧，如果冇一個民主政制去保障咧， even 你話係啊，我立咗法啦，立咗法去即係攞侵犯你嘅私產權咧，都係可以做得到嘅。咁所以咧，其實強拍呢件事咧，我覺得係反映出好多嘅問題咧，即係我哋係值得探討。